失控滑行200米，再鏟上行人路，撞毀另一架私家車同埋2個泊車嘅咪標，冇人受傷。趙宇傑報道。出事嘅單層巴士將一部停喺路邊嘅私家車推前200米，再鏟上行人路。呢架電單車亦被撞倒，路邊嘅一段欄杆、路牌同咪標被撞毀。有目擊者話，事發時巴士上並冇乘客，司機亦唔喺車上面。我先聽到砰一聲，咁我走出露台睇下啦，跟住我見到一個司機追住個208，係啊，追住個車，咁啊個車咧已經係周圍擺㗎啦，咁啊佢個車咧個車撞埋欄杆度扮啦，我係撞欄杆撞唔到欄杆，就將個欄杆反彈到個車彈到嗰個呢咪嗰個位嗰度，對面線係啦，欄杆係咁左右，係因為佢太冇人控制㗎嘛。咁啊，擺撞一撞反彈到嗰邊啦，一撞個霹靂個倒後鏡，再撞紅色架車度，往一路推到撞埋，再前，再推埋紅色推停喺呢度停止啊！晚上7點幾，呢一架往尖東嘅208號單層巴士駛到廣播道近農場苑時，唯因為路邊停低嘅車阻礙咗通道，佢落車了解，但巴士突然流前，警方正調查意外原因。亞洲電視記者趙宇傑報道。